今仔是妇女节，托育政策推最新联名指出讲，台湾目前无到1%的生育率，在20年后，台湾的人口会即将减少将近1/3。以北欧国家的经验来看要提高生育率，女性就业比例就必须爱增加，女性家己爱有头路、有收入，才会想要生囝。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是真低哦。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女性伫劳动市场会因为结婚生囝受到影响。真侪查某人结婚生囝后，就离开职场。托育政策催新联名提出劳动部上新数据，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敢若5%，嘛因为真侪育龄女性退出劳动，连带影响到生育率。以目前的生育率，20年后育龄女性人数将大幅减少175万，减幅达1/3那么多，那将是断崖式的崩落。涂明表示，台湾的女性劳动力凭瑞典、德国减几50%，其实德国过去嘛捌拄过生育率、劳产率低的问题，但是用10年的时间，参考瑞典模式，改变低生育率，推行普及公共托育，改革育囝等制度，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增加亲职假的修法，唔是用法定贴来解决问题。这样子其实没有办法让家长们更愿意生养，因为往往都会是一边补助，另外一边就是同时的涨价，所以其实看得到，确实没有办法实际上有所协助。涂明强调，即马育囝制度初始性，呼吁弹性调整，互家长通用立点钟做单位来称育婴假，嘛通用到囡仔8岁。按行政院提出版本修法，伊嘛表示，进前劳动部捌调查，近半企业认同这个修法方向。与会下党派立委嘛表示，会继续推动修法。记者台北立开台北采访报道。